伫咧新北市邦桥有一间幼稚园，前几日啊，互人查到几个囡仔，互教保员甲因饲安眠药啊。目前已经有17个家长去报案，这个涉案的教保员有先用2万块交保。今仔日检警再发动搜索，将园长等8个人带回去约谈。而且教育局今仔日嘛宣布讲，6月12开始要废止这间幼稚园的牌，而且要甲因罚个上悬15万。 派出大批员警透早展开行动，因为新北幼稚园饲药案风波可再扩大，检警伫个车北发动第2波搜查，从早起6点外开始，煞咧找8个人来约谈。会觉得对家长很抱歉吗？目前已经有17人提告嘞。就连幼稚园的园长嘛，将做这遍讯问的对象，伊双手甲面王调着对这个提问，伊无想要加讲啥，伫律师陪同下去派出所。园长要不知情，我觉得。 不太可能啦，那用量应该是很大，这个东西的来源是哪里来的？校方会不清楚吗？我们是一个问号。专案就要对顶个月开始讲起，有真侪学童的体内验出有残留药物，这是有安眠定症的特性。囡仔因的共同点就是拢有伫个邦桥这间幼稚园来读册。一个涉案姓赵的教保员，正经是已经2万块交保，这边搁再分真侪路。 去搜查更较侪老师因住的所在，没差了，又没有怎样。其实老师都很好。实际来到幼稚园正常营业，有家长送囡仔来，嘛有替园方发冤枉。不二个，目前已经有17个人报案。对园方伊甲监视器的画面甲抬掉这个嫌疑，嘛爱挽过树田豆豆来查。不过教育部到3个进前表示讲拢无要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